好多人以為抑鬱症就係心情唔好，咁點解有人會連行路都行唔到嘅呢？抑鬱狀態一般只係短期內出現嘅情緒狀態，通常經歷特定嘅事件或處於特殊階段所引起嘅。而抑鬱症嘅診斷標準一般係抑鬱狀態持續半年左右，較長時間冇得緩解咧，就會對生活、對工作產生比較嚴重嘅影響。分離轉換性障礙係一種人在經歷創傷之後出現嚴重解離嘅一個疾病，可以理解為一種人格嘅解體，係一種間斷性嘅、非主動性嘅體驗與身體或意識嘅分離，導致無法形成穩定同連貫嘅自我意識同現實感。表現為分離性症狀包括遺忘、目僵、運動障礙、感覺喪失，甚至係身體癱瘓、講唔到話等等。呢個到底係一種咩病呢？係因為好多心理疾病存在共病，會有重疊性嘅症狀表現。譬如話，因為同樣嘅心理創傷，一個人可能會先出現抑鬱狀態，如果無法自我調節，持續長時間之後就會發展成抑鬱症㗎喇。如果再加入新嘅刺激，會導致病情惡化，可能就會出現分離轉換性障礙，無法正常表達同處理情緒。暫時逃避現實嘅壓力，係人在不得已之時嘅一種自我保護。